帅哥，我住这儿，来洗，新换的。谢谢。志轩，水、饮料、咖啡都有，你喝水吧。我不用，谢谢。你不用，但你皮肤需要。你看都起痘了，典型的水油不平衡。来。呀，来啦！师姐，你也来啦，好乖呀，我们都见过。这是格格，我这房子前年买的，买了之后就开始跌不休的跌，这不是为了还贷吗？我就招了俩租客，一个是格格，另一个姐们刚搬走。房子没问题啊，他知道我和格格在殡仪馆上班，吓跑了。你说这年头还有房客嫌弃房东的？你看，你要是不嫌弃，你就在这住着，房租950一个月，既付，物业归我，水电煤咱们平摊，合适吧？那我可以按月付吗？行吧。而且第一个月的房租要等我拿了工资才有。都穷成这样了吗？那你上午还那么硬气呢，说不干就不干啦？行不行吧？行吧，看在小狗的份上，它那么可爱，那你俩玩吧，我先走了。拜拜，拜拜。他去哪儿啊？去相亲。爷爷呢？也不能挤，要用面膜啊。没事没事，我从来不用面。你试试看，很有效的。你也要出去吗？你早点休息，明天见。我找到了房子，和2个殡仪馆的同事成为了室友。我对他们的了解称得上贫瘠，以至于他们周身艳丽的色彩对我造成了某种视觉上的巨大冲击。这不是我认识的他们，但或许这才是真实的他们。喝一个，喝一个。哎，听你妈说你做化妆的呀？啊，对，化妆。那你是哪家婚纱影楼的呀？我表妹下个月结婚，刚好呀，我把你介绍给她吧，你给她打个折。行，那个我先去洗手间。啊，你去。今天的演出效果不错。谢谢啊，那我下周还按照这个时间过来。哎，您知道之前在我们这儿演出的是谁吗？王丽丽。我也参加了她的告别仪式，所以，除非你辞掉殡仪馆的工作，才有资格继续在我们这里弹琴。哎，可是我……哎，抱歉，请您理解。那麻烦您把今天的费用给我结一下吧。好。谢谢。这么巧啊？干嘛来了？走了。谁走了？他。买单了吗？说好 AA 制的。我买了，陪我喝酒。
赵三月，你真是我见过胡子最糙的女人。是这样。他让我辞职，凭什么呀？他一个陌生人，凭什么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？他是啊，他是没资格呀，但是他就是能不用你，气人不？其实，你就算不在殡仪馆工作，你也能找到其他的工作吧？那必须的。格格学的是播音主持，是吧？还参加过唱歌比赛，后来还被那个星探给探上了，还拍过广告，是不是？然后一毕业就进海江电视台了，当外景主持。干了3个月，话筒给整丢了，就不干了。是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去殡仪馆当主持人啊？找人聊天啊？没有，就以前做主持人嘛，说好多话嘛，念稿。然后回到家以后呢，一个人在外地，就发现安静下来啊，连个交心的朋友都没有。我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嘛，想做什么样的人啊？以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？那不是跟我现在差不多吗？反正正好有次机会，就去殡仪馆，我出外景，是我第一次看见告别仪式，就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那场告别仪式的最后，主持人领着往生者的家属来到户外，一起放了个风筝。等风筝高高飞起的时候，主持人把线剪断了。他说：“风筝是往生者的灵魂，你们的思念都随他而去了。”当时听见他说那句话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感动。想明明都是主持人，为什么他的工作就好像比我更有意义？而且我发现我平常对活着的人说不出来的话，对死去的人说出来毫无障碍。好像只有在他们的沉默里头，我才觉得自己不是孤身一人的。我能看见他们的灵魂，就给了我很大安慰。他能看见灵魂，我不信。你别管信不信了，反正他挺厉害的。为你能看见灵魂，走一个吧。咱们这行干久了吧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仪式感。那你有没有啊？有啊，我就是下班去理发店找 Tony 老师做个造型啥的，反正这是我活出来的第一步吧。还有相亲。对，还有相亲，那是我的主要项目。等你干时间长了，你也会有你自己的仪式感，还有很多禁忌。禁忌比如呢？比如我绝不参加朋友婚礼，绝不跟好朋友握手，不跟他们说再见。啊，还有一点就是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在殡仪馆上班。那如果人家问到了呢？告诉他标准答案。我是服务业的。我不喜欢撒谎。这不是撒谎，朋友。我跟你讲个事儿，我有一次打车上班，目的地我就填的殡仪馆，然后来了5个司机，全给我取消了。后来给我气的，我第6个司机我站在小区门口，我说你不许给我取消，你要是不敢来，我就投诉你。那他来了吗？没有。后来我就把目的地改成了伤心面馆，第7个司机才过来。所以你看嘛，在一个不能直面死亡的国度里，这就不是撒谎，这是自我保护。被拒绝的感觉太痛苦了。有你跟陈法医的虐恋痛苦吗？你感受不到，你怎么这样？哎呀，小美，你别离开我。陈峰就是个渣男。
三月，我们都说这么多了，你也讲一个你的秘密吧。秘密啊？我妈妈不爱我，这算秘密吗？他不爱你，我们俩爱你，来喝一个吧，我俩爱你，来。是的，我好像闯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，不小心窥探到了别人的秘密。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，但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，我的心告诉我，想要紧紧握住他们的手，因为我发现，不管多么孤僻怪异的个体，都会在生命的某一刻，找到属于他们的同类。我久违地感受到了扑通扑通的心跳声。秦伟说的对，活着还是不错的。你好啊，赵三月。走了，礼物，走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撞到你吧？礼物，您没事吧？走。